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哎，杨毅，你好，检验都没有问题啊。PPT 不会动。应该可以，就是哎，荣泽来帮忙一下，PPT 转不了。试一下，现在 PPT 转不了。喂，哈利路亚。
有收到音无？有收到音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有收到音吗？可以哈，好。可以讲话了，有声音了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先一起祷告哈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为今天早上的直播向你献上感恩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器械都为你所使用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安排都照着你的计划来进行，带领我们所做的工都讨你的喜悦，蒙你喜欢。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试一下。好 ，OK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哈利路亚！主已经告我，感谢主，互咱伫今仔过活一个早起，咱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。检采咱还阁用直接的方式、直播的方式来敬拜，总是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过活这个时，咱会记得主耶稣已经告我，所以咱会欢喜快乐来敬拜上帝，来学乐咱的主。这是咱三甲来读圣经，记载伫哥罗西书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伫新约哥罗西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那咱有圣经会当照着圣经来读，那无咱会当照着咱的这个 PPT 会使来看咱的经文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所以，恁若捌甲基督同过活，就着求伫顶面的事。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屏，着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。因为恁捌死，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甲藏伫上帝。基督是咱的活命，到伊显明的时，伊也要安尼三甲显明伫阳光的中央。所以，恁着拍死恁伫地里的肉体，就是奸淫、有为、邪的心情、歹的私欲、甲贪心，就是拜偶像。因为对这的事，上帝受气，临到悖逆的人。恁活伫伊中间的时，也捌安尼行这个。若是即粒，恁也着除去这一切事，就是怨恨、受气、恶毒、诽谤，甲喙内见笑的话，无得讲白贼、三骗，因为恁已经脱去旧的人，甲伊的行罪，也有穿新的人，就是日日换新，到得到财物，照创造伊这的像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。所以咱着看伫圣经的内面，咱伫经文的内面，咱拢有互大家来看到咱的经文。感谢主，互咱伫今仔早起，伫即个过活即个时，咱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。伫开始的时，牧师来讲一个笑话的故事，甲笑话，互大家来听，但是大家毋通来怪伊。有一个妈妈，因为伊买着一只老家母。所以伊要，我望讲要炖汤，
互即个伊的囡仔来食。总是即只老家母伫要刣进前，拄生一粒卵出来，所以即个妈妈就决定讲无要甲即个鸡仔来刣死。伊讲因为即个鸡仔若生鸡卵，所以后来即个妈妈就甲伊的囡仔来讲，伊讲我甲你教一件人生做人的代志，就是当重要的时，若会当送礼物，这就是算会当保护你，会当来伫即个时间袂滴到得到遮个恶担当的事。所以即个笑话是咧讲啥物？伊讲生即粒卵，伫即个真关键的时，也是讲即个真危险的时，若会当有即个物件会当出来的时，会当来互咱的即个情形会当来改变。总是只是一个笑话，也互咱会当来感觉讲伫咱的过活节的时，以前我记得以前细汉的时，伫教会若咧过过活节，咱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咱教会拢爱送即个即个过活卵。即个过活卵其实有伊的意思伫迄个内面，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表示这是一个新的活命。所以当然头拄迄个笑话只是表明讲，伫即个重要的时间，会当有一个物件会当出来送礼，是一个真会当来保护你，互你毋免去撞到遮恶担当的事。总是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搁活，嘛是像安尼，互咱会当来重新得到一个新的活命。伫到即个危险的时、艰难的时、困苦的时，咱有即个搁活的快乐伫咱的内面。当然，咱伫即个时间咱伫即个疫情真大的时，有真侪人会感觉讲无法度出去佚佗，无法度出去耍，无法度去做啥物代志。总是即个疫情，互咱有一个思考，甲即个时间，互咱会当来做一寡有当时咱以早无去思考到的代志。比如讲，咱伫即个疫情的即个假期的内面，来教咱啥物款的代志？譬如讲，咱以早将来就毋捌去顾着讲咱的身躯的即个爱去休困，还是讲咱爱有一个真好的即个规律的即个时间。所以譬如讲，有当时真暗困，所以有当时咱将真侪时间来开伫即个无意义的代志顶面。所以上帝透过即个疫情的关系，互咱会当有一个真侪时间，通好来使用，有即个时间通好来用伫真会当咱来去用的即个代志的顶面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，互咱会当知影讲，上帝互咱知影讲，健康是真重要的。有当时咱去疏忽着即个健康的事，所以有当时透过一寡病症，互咱会知影讲，咱着爱去顾着家己的健康。当然，另外一部分就是，有当时咱欠彩，感觉讲咱无时间去陪伴咱厝内的人，咱厝内的遮个囡仔。总是有即个疫情的关系，互咱有真侪时间，甲厝内的人、甲咱的囡仔、甲咱的即个老爸老母兄弟姊妹，会当相甲有伫遮来做伙。所以这是伫即个疫情的时间，咱会当来去得到一个嘛是算一个好处，互咱会当甲咱厝内的人会当伫遮来相甲来做伙。同时也会当互咱来了解讲，是毋是咱有真侪时间是浪费掉的，是毋是咱有真好来使用咱的时间。所以疫情的假虽然是一个真长的时间，总是互咱会当来知影，要怎样来用即个时间来做真好的代志。当然，最后上重要就是爱来为主来做见证。伫即个疫情的时，是毋是咱会当有缘是照着上帝的话来行，毋是因为即个放假的时间，所以咱就懒散来做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知影疫情的假虽讲是真侪人无爱，总是伫即个假期的时间，伫即个放假的时间，也是讲伫即个听候的时间，互咱会当来使用这个时间来做真好咱以早也未做到的代志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即个疫情的关系时，咱会当有缘有新的思考伫咱的内面。当然，咱就知伫世界的内面，伫世上的内面，咱无法度来找到安稳的生活，但是咱就伫主的内面，才会当来找到安稳。因为无有一个所在会当互咱有安稳的生活，所以咱毋免甲上帝求，咱要有爱安稳的生活，但是咱要求上帝带伫咱的内面，互咱会当伫伊的内面来找到安稳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即个疫情的时，虽望真侪人有摇错，有即个感觉真紧张的事，总是咱着伫主的内面，咱会当得到真正安稳。咱毋是要求即个安稳的生活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踮伫主的内面，会当来安稳。
当然，要讲到安稳，有当时啊，真侪人会感觉讲人生真侪真恶拄着安稳，甚至有人暗时真歹困。最近我得到一个有人传一个图片互我来看见讲，有当时啊，咱着求主来帮咱，互咱伫暗时的时来好困。那要安怎互暗时的时来好困？上时就是咱会当将咱所有的心内事来交托伫上帝。伫顶礼拜的是，咱是即个受难周。受难周牧师有甲咱讲到即个十字架顶耶稣所讲的七句的话，七句的话。耶稣伫十字架顶有讲到7句的话，伫第7句的话内面就是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所以以色列人因伫咧困的进前，因将一切事交托伫上帝，互伊的暗时会当好困，互伊的暗时的时会当无挂虑，互暗时的时会当成做伊一个真好的时间，会当安息伫主的内面。所以有一个图，互大家来做一个分享，就是这是一个伫网络的时有一个图，互咱会当来一个有一个反省。当咱暗时若无法度来好困眠的时，咱会当来反省几件代志，就是头一件若是我今仔日是毋是有伤害着人，互人行毋着路，也是我是毋是有照着家己的心意咧行。第二项就是我是毋是今仔日的所讲的话无合理体统，也是我无关心着人的需要，因此互别人来受着亏损，来受着伤害，也是毋是我对人是冷淡的，也是我对人是我干那顾家己的即个好处，无去顾着人的需要，是毋是我有坚守伫上帝所要交互我的即个职分？所以当咱若伫上帝面头前，咱若反省咱有遮个无做到的，也是毋对的所在，咱最后会当来祈祷即句讲，求主来赦免。互咱会当得到一个赦免了后，咱会当伫暗时的时，会当来真正做一个好困的人。所以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伫暗时的时，咱会当来真好困，也会当有真好的休困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低到去，因为心内有亏欠，也是讲心内对人有一寡遮个亏欠的代志，所以低到咱无法度伫暗时的时来做一个真好的休困。所以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即个咱的即个休困即个时，咱的心犹原会当真正安息，毋是心内乱糟糟，虽望伫外口有休困，但是心内乱糟糟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，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当上帝怜悯咱、赦免咱的时，互咱会当来得到真正安息甲休困。总是伫今仔日的开始，咱就知影讲今仔是过活节。所以为虾米咱伫做礼拜的时，拢爱伫礼拜日来做礼拜？我想真侪兄弟姊妹有捌听过，有个教会是伫拜六来做礼拜，像是伫犹太人、是伫以色列人，因的安息日也是伫拜六。所以为虾米基督徒是礼拜日来做礼拜，毋是亲像因以早古早的遮犹太人，也是以色列人，因是伫拜六来做礼拜？是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甲今仔日有关系，因为今仔日咱要庆祝的是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今仔日叫做复活主日。所以基督徒伫礼拜日来做即个礼拜是有伊的意义，因为礼拜日是一礼拜的头一天。所以伫上帝话内面，伊讲一礼拜内面有7天，第6天休困，第6天工作了，第7天是爱来休困的。所以伫拜六的时，才是第7天的时间。若是伫咱的基督教的内面，因为咱伫一礼拜头一天，就是伫即个礼拜日的即个时间，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咱要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总是咱就知讲，为虾米咱爱诚做一个基督徒？基督徒是虾米款的意思？基督徒其实就是有主伫伊内面的活命的人，叫做基督徒。所以有真侪人讲，恁是基督徒，恁基督徒是咧信虾米？其实咱基督徒是虾米款的人？咱基督徒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活命伫咱内面的人。所以有耶稣基督伫咱的内面，咱才会当来诚做基督徒。所以信主的人就是将主的活命放伫咱的内面。所以伫约翰福音1章12节内面讲，若信上帝就是接纳上帝、接受上帝的名的人，伊就是来诚做上帝的囝儿。所以咱要哪知影讲上帝是疼咱的，互咱会当来得到主的疼，至到咱会当来得到赦免，咱会当诚做一个基督徒。咱伫即个圣经的内面，咱就会当来了解。伫圣经的内面，伫即个罗马书第5章第8节的所在，
咱也来读这段圣经，咱就知影上帝是安尼疼咱，至到互咱会当来成做基督徒。所以成做基督徒，就是因为咱有接受上帝的疼，咱接受上帝疼的人，接受上帝活命的人，即款的人叫做基督徒。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8节内面安尼讲，伊讲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，因为咱抑搁做罪人的时，基督就替咱来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因为基督替咱来死，所以互咱会当有即个新的活命，互咱会当来领受，会当互咱来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新的人，有耶稣基督的活命伫伊的内面。所以基督徒甲别人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咱毋是像其他民间的信仰，讲我来拜一个佛啊，还是讲拜一个神明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因为咱所要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国外的主，所以咱就对这个经文的内面来做一个新的思考。所以相信伫咱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，伫头一节就互咱有一个新的提醒。咱来看伫第1节的所在，咱来读这段的圣经。伫第1节的所在，伊安尼讲来，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过活，就着求顶面的事。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屏，大屏的意思就是坐伫上帝正屏的意思。所以以前的人讲大屏就是正屏。所以伊伫遐写讲，恁若捌甲基督过活，就着求着顶面的事。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甲基督同齐过活，咱就爱时常来思考，耶稣基督是坐伫上帝的大屏，是坐伫上帝正屏，伊要伫遐来看顾咱，伊要伫遐来保守咱，伊毋是死去，伊是活的，伊是活的主。所以基督甲咱过活，咱就时常来思考伫顶面的事，毋是思考伫地上的事。所以真实的信心，互咱会当伫试炼的内面，袂得到真侪伤害，袂得到遮个损害。所以英国即个报道家，即个斯布真即个人，伊讲真实的信心，会互咱伫试炼的内面，生活袂得到伤害。虽望咱感觉有遇到真侪的艰苦的代志，也是会挂心的代志，也是讲一寡袂当过的代志，总是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时常来思考耶稣基督过活，并且是坐伫上帝的大屏，互因甲上帝三甲伫掌管即个世界。所以咱无得到失望，因为咱知影上帝掌管伫即个世界。所以信仰是啥物？信仰就是活出迄个看袂到的世界，伫看会到的世界内面来活出迄个看袂到的世界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讲信仰是啥物？信仰其实就是互咱会当知影讲，有一个看袂到的所在，有一个看袂到人所毋知影的，人所看袂到的即个所在，咱是活出迄个所在，活出迄个所在的活命甲生命，活出迄个世界。所以咱是信耶稣的人，咱是信上帝的人，咱是着活出伫天国即个国民的即个生活。所以真侪人毋知影天国是啥物，真侪人毋知影天国的情形是啥物，总是咱基督徒着活出伫天国的即个国民的活命，互人知影，哇，原来信耶稣的人，上帝国度内面就是安尼来生活。所以教会亲像啥物？教会亲像一个互咱来事先来看去讲伫天国的即个情形是啥物款的事。我时常教我的牧师娘真爱去到大卖场去试食物件。当咱若试食物件的时，咱就知影讲，哇，即个物件原来是遮尔好食，所以若是会当得到全部的时，一定是真好。所以教会是啥物？教会嘛是互咱会当伫信仰的内面去试食，就讲伫天国的迄个滋味，就亲像安尼。所以信仰是伫看会到的世界来活出迄个看袂到的另外一个世界。所以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通个知影，咱着注意伫顶面的事，毋是注意伫地上的事。所以伫第2节的圣经，伊就安尼来写讲，着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伫地上的事。所以真侪人真注意，总是注意的代志，毋是天顶的事，毋是伫顶面的事，是啥物款的代志？是地上的事。所以即个汤马斯华生伊就安尼讲，伊就讲，人的灵魂啊离开上帝，就哪接近忧愁甲艰苦。所以意思嘛是变转来，就是咱若离开即个忧愁甲艰苦，就哪接近上帝。所以上帝帮助咱，有当时啊真侪人要追求世间上的即个好处、利益，也是讲世间上的地位，总是遮
带来是忧苦、忧闷甲艰苦。所以上帝互咱一个提醒，就是当咱着爱注意，注意是啥物？注意毋是注意伫地上的事，人安那来看咱，咱安那来得到利益，咱安那来得到好处。咱所爱注意的是，咱伫天顶的事，咱要安怎甲耶稣基督三甲来生活？要安怎伫活伫咱的地上，敢若活伫天顶的内面？所以汤马斯华生伊提醒真好，伊甲咱讲即句话讲：当咱若离上帝哪远的时，咱就离即个忧苦、忧闷哪近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感觉咱的生活有真侪忧苦、有真侪忧闷甲艰苦的时，表示咱是离上帝哪远。所以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毋是离上帝哪远，咱是哪接近上帝。要咱来接近上帝，就是咱着注意是顶面的事，毋是注意伫地上的事。所以，咱就看伫即个所在，上帝将咱的罪归伫伊的囝、独生的囝的身躯顶。互咱因为得到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当来接近上帝。所以耶稣讲，伊来是要按照上帝旨意来行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互咱一个新的一个形，一个模样，互咱会当来跟对伊，就是咱若照着上帝的话来行，咱若照着上帝旨意来行的时，咱就是接近上帝，就注意伫顶面的事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内面甲咱讲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，就注意伫顶面的事，因为有一天，咱要甲上帝来三甲见面，咱要甲耶稣来三甲见面，地上的事一定会过去，地上的事会拍算去，会无去，总是咱着爱面对的是天顶的事。所以伫第30个所在，伊安尼来写，伊讲，因为人捌死，也人的活命甲基督三甲藏伫上帝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安怎来伫注意顶面的事？咱着知影，咱是甲上帝三甲伫底，咱是甲耶稣基督三甲藏伫上帝的内面。所以讲，咱若是活的是为主来活，若是死是为主来死。所以咱若是活，毋管是活的也是死，咱拢是属伫主的人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着知，咱着认捌上帝，也着知影讲，咱的活命甲基督是三甲藏伫上帝的内面。所以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当甲上帝那接近，所以咱若知影讲，咱有真侪忧闷甲艰苦，有真侪事的时，咱就知咱是离上帝哪远。所以咱就爱刷咱的位，刷咱的所注意的，来祷告，来认捌上帝，来祷告，来回转伫上帝的内面。我记得以前有真侪人。有安尼甲我讲，伊讲伊先来先忧闷艰苦，伊毋知影为虾米信上帝，抑佫有真侪的忧愁，有真侪忧闷。总是牧师时常会甲咱逐个来提醒，因为咱若时常来注意伫地上的事，包括咱伫地位，也是讲咱要得到虾米，咱拢会一个情形会变做佫较来忧愁艰苦。所以当咱若毋是注意伫顶面的事的时，咱就有即款的情形，咱的心内头会那忧闷。我记得伫以前捌有一款有一届有碰到即款的事，就是我甲我的病一个牧师的伴，我希望讲会当阮来竞争一个位，一个会当来得到一个真好的一个委员会的位。总是捌一届伫早起安尼做礼拜的时，牧师嘛是讲道的时，也是安尼有讲上帝若竞选咱，咱就来互上帝来用；但是上帝若竞选别人的时，咱就互上帝来用迄个人，而且咱来为即个人来祝福。当我安尼来教示咱的兄弟姊妹的时，上帝的教示念伊就来到我的身躯顶。伫迄个下晡，我就接到一通电话，来的时就是讲另外即个牧师伊得到即个委员会的即个主席的位。所以伫迄个时间，我实在心内真逼迫、真艰苦，讲为虾米我已经准备遮尔久的时间，检测我应该爱得到即个位。总是因为早起，我教示咱的兄弟姊妹讲，咱着爱相信上帝引带，上帝有真好的旨意，咱着为上帝所竞选的人来祈祷。为着安尼，我就来为着即个当选的即个牧师来祈祷，上帝来大大来重用伊。检测后来过无几冬了后，我甲即个牧师有3甲同工的时间，结果我感觉上帝安尼竞选是对的。当我看到即个牧师伊做代志的时，互我来了解讲。原来上帝的竞选是真水的意思，虽然我无伫即个位的内面，总是上帝嘛使用我，会当伫真好的一个情形的内面，互我会当来帮助即个牧师来做真好的事。
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注意的无应该是伫地上的事，地上的事是咱着爱利益，咱着爱即个位，咱着爱有即个我爱得到好处利益。总是若是咱伫注意伫天顶的事，咱就知影是原底一切拢是上帝所做的。所以伫即个内面，互咱有一个提醒讲，耶稣为咱来死，所以咱着为伊来活。所以有真侪人毋知影讲，耶稣为咱来死，所以咱着活命着为伊来活。咱信主的人，咱着为耶稣来活，毋是因为咱真牛，毋是咱真厉害，是因为耶稣为我来死，所以我每一工来活咧，拢是爱为着耶稣基督来活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来看见有耶稣基督替咱来受死，互咱会当每一工来活咧，是为着耶稣基督来活。所以伫遮有一个提醒，伫第50个所在，咱今仔日是圣经所读第50个所在，伊遮写着讲啥物？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伊写讲第50来，咱做伙来读来。所以忍着拍死，忍伫地人的百体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的心情、歹的私欲、甲贪心。贪心的意思就是拜即个偶像。所以伫即个圣经的内面，甲咱教示讲。若是咱是活伫主的内面，咱若是活伫上帝的内面，咱就应该要治死即个、拍死即个伫地上的百体。即个百体是啥物？是奸淫，是污秽，是有邪情私欲的，是贪心的。这就毋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的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咱活伫一个新搁活的活命的时，是照着上帝的话来行。所以有上帝光来引带来光照咱。互咱来行伫光的内面，是行伫黑暗的内面。所以伫圣经的内面，时常甲咱来提醒讲，咱着来诚做一个毋好做白贼的人，互咱来诚做一个讲实在话的人。咱下一页哈。所以伫第90个所在，底下写讲，无得讲白贼。三片，因为人已经脱去旧的人，甲伊的行做。所以，即个脱去旧的人，甲伊的行做是啥物？意思就是，咱来做一个选择，咱要搁行以早即个旧的情形，也是行以早即个旧的所做所行，也是要行一个新的路。所以，伫上帝内面，咱就知无得讲白贼，因为有当时咱的信仰的内面，咱抑搁是活伫旧的甲古早的迄个生活甲性命的内面。所以伊遮写讲，无得讲白贼来三骗。即个讲白贼来三骗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咱是信耶稣的，但是咱犹原抑搁参像以早古早无信主的人迄款的做法，也是讲迄款的行做来做。所以遮写讲无得讲白贼来三骗，毋是咱去骗别人，也是人来骗咱讲咱敢若参像迄个咱是信主的，但是咱抑搁所行所做是无照着新的活命来做。所以，遮写讲，因为人已经脱去旧的人，甲伊的行做，所以意思就是，这是一个选择，咱着脱去遮的旧的无好的，至到咱着选择新甲好的即个活命伫咱的内面。所以，即个尼托生即个人，伊讲安那？伊讲，咱着选择，咱袂当搁享受世界，上时又搁来享受基督。咱袂当讲咱来信耶稣基督。上时咱抑搁犹原来做伫即个世间上的代志，所以咱着爱做一个选择。咱若要接受耶稣基督，咱着照着耶稣基督所做来行，毋是咱嘴面讲咱信耶稣基督，咱照耶稣的话来行，结果咱所行的是甲世间上的人是共款的。所以咱着反省一件事，伫第17个所在，伊则甲咱来启示讲啥物？伊讲也着有清心的人，就是日即换身到伫得到财物，照创造伊的形象。所以咱是一个基督徒，并毋是代表讲咱礼拜来做礼拜来教会，就是咱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咱会当活出伫咱的生活的内面，会当活出基督的活命。所以人是毋是伫咱的内面，会当看见咱内面有耶稣基督的活命，这是咱来追求的，毋是咱来讲互人知影讲咱是一个基督徒而已。咱着知影讲，咱着活出迄个基督徒的活命。即个活命要咱来活，就是咱就脱去即个旧的衫，脱去即个旧的行为，来穿即个新的衫。
青甲糖的意思就是一个选择的意思，表示讲咱要选古早的事，也是要选即卖的事。现在新上帝要互咱一个新的活命所行做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看这段圣经，互咱一个提醒就是，咱是毋是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？是毋是咱有褪去即个旧的情形？即个旧的无好的是啥物款的无好的？是奸淫的，是恶的、邪的心情，也是即个贪心，也是即个私欲的，这拢是无好旧的。所以，咱是毋是要犹原要搁穿伫即个旧的衫，也是咱要会当来穿伫新的衫伫咱的内面？即个衫是啥物？是渐渐来更新，敢若亲像创造咱的上帝共款。所以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来选择来穿新的衫。所以，过我是啥物？过我就是我甲以前无共款。过我就是即个活命是新的，毋是旧的。即个活命是伫基督的内面，毋是搁伫旧的内面。所以，咱伫即段圣经，咱来思考几件代志。第一项就是，咱着穿新的人。新的人就安怎？就爱时常伫上帝听的内面。所以时常伫上帝听的内面，咱就会当来穿即个新的衫，穿即个新的行为，穿咱即个新的所行做的。所以咱爱时常住伫上帝的听的内面，咱才会当来活出即款的活命。咱若无伫上帝的内面，无伫上帝听的内面，咱就无法度来活出即款的活命。所以爱时常伫主的内面。有一个姊妹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无法度来听别人，所以我就甲伊提醒讲，亲爱的姊妹，因为你若无的物件是你无法度互人的，所以你内面若是无听，你就无法度互即个人会当有听。所以你若望会当内面有听，会当互人，你着内面爱有接受听伫你的内面。但是啥物款是听的源头？听的源头就是上帝。所以咱若无伫上帝内面，咱就得袂到即个听的源头。所以后来即个姊妹，伊就来试伊家己会当来领受耶稣基督来做伊的救主，直到后来伊会当来付出即个听，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听伫伊的内面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着清新的人，也着时常伫上帝听的内面。所以圣经甲咱安尼讲上帝就是听。所以伫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的所在，伊安尼来讲，伊讲上帝就是听，住伫听的内面，就是住伫上帝内面，上帝也住伫伊的内面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感觉咱无法度会当听人的时，咱需要有上帝听伫咱的内面。上时咱也知，咱就爱住伫主的内面，互主的听来围绕伫咱，互咱会当来付出即个听。第二项，咱所爱来看就是穿新的人就爱穿衫的人就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主耶稣呼召咱来成做伊学生，来成做军队伊的人，咱着军队主来行。所以伫即个所在来甲咱启示讲，咱着军队主来行。穿新的人就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圣经的内面，毋是讲咱干那嘴面讲咱要对主，但是咱的行为，咱所行做的无伫主的内面。所以，即个约翰一书第2章第6节的所在，伊就安尼讲，伊讲人若讲伊住伫主的内面，就应该家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是住伫主的内面，咱就爱照着上帝的话，照着上帝的话出来行，毋是因为咱嘴面讲咱是基督徒，也是讲咱读圣经真够，我真够祈祷，所以我就是会当活出即个活命，并毋是安尼。即内面写讲，人若是住伫基督的内面，住伫主的内面，伊就家己爱照着主所行去行。所以有一个真好的提醒，就是以前捌看过有少年人伫因的手的内面挂一个手环，内面写讲啥物？内面写4个即个英文字写 WWJD， 意思就是讲，若是伫即个情形的内面，耶稣会安怎做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所行所做的内面，咱也会当来用即个思考来做提升。若伫即个情形的内面，耶稣会安怎做？咱就会当知影讲耶稣要做的代志是啥物。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耶稣是毋是安尼做？耶稣是毋是所做的是安尼的情形？互咱会当来做一个提醒。要照着军队耶稣的人，咱就爱照着主的所行来行。所以第3项，咱若要成做主的学生，
就爱来学习一件代志，就是毋是伫礼拜日去上课，也是去参加一个课程，这是做学生最主要所有学生的。所以咱就伫逐工的内面有教主来三甲同行的生活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就看见讲，穿新衫的人，穿新的人，就爱来活出基督。若是要怎样来活出基督，才有一个真水、真好的话，咱当来参考。伫弥迦书第6章第8节的内面讲，咱就爱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来甲上帝来同行。所以毋是爱忧虑讲咱要食啥物、要穿啥物、要啉啥物，是咱就爱来穿伫基督，互咱会当来行出即个公义、怜悯、甲谦卑的心，来甲咱的主来相甲行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过活节互咱一个提醒，毋是咱干那要食即个过活节的卵，也是讲咱有知影讲过活节有啥物教会庆祝的活动。过活节上重要的意义就是，咱就爱穿新的人、新的衫。即个新的人、新的衫，就是参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共款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最后牧师要甲咱大家来提醒，就是伫结论的所在，咱上重要的毋是要安怎来做外在的基督徒，是上重要是咱要安怎，互咱的品行、咱所做、咱的内心会当哪来哪参像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活命参像耶稣基督，毋是干那外口皮啊。是咱的心爱参像耶稣基督同款，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。耶稣基督安怎做，咱就安尼做；耶稣基督安怎讲，咱就安尼讲；耶稣基督安怎行，咱就安尼行。所以咱的会做约翰卫斯理伊安尼来讲，伊讲有一个款的基督徒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，意思就是外口皮啊，伊真参像一个真好的人，也是真水的品行的人，总是伫伊的内面无疼上帝甲疼人的心。所以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就知，咱若要做一个新的人，也是穿新衫的人，咱就要照着上帝话来行，毋是咱家己爱要做啥物，也是咱的知识财物真牛，是咱着时常每一工谦卑照着上帝话来行。所以头拄仔咱的即个经文，弥迦书第6章第8节安尼讲，讲到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咱的上帝相甲来行。所以，望上帝帮助咱。互咱的逐工甲咱的上帝有真好的关系。当咱要做任何代志的时，咱先思考耶稣若伫遮，伊是毋是安尼来做？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掠耶稣的心来做心，互咱来所行所做，做一个新的情形，做一个新的作为，做一个新的讲话，做一个新的行为，互咱所行所做的会当来荣光伫主的名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帮助阮，互阮伫过活节的时，阮会当定心来思考。阮知影阮真侪亏欠，阮无法度有气力来做啥物，总是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知影伫主内面的人会当是穿新衫的人，互阮伫主的听的内面，主会也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换起即个新衫，会当去杀即旧的行为，甲旧的行做，这是地上的事。互阮会当来行新的事，会当行伫天顶的事，互阮所行所做会当亲像那伫地上那伫天顶共款，互阮会当伫意的是顶面的事，毋是伫地上的事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所行大的，拢会当来荣光主上帝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这哈。